观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看今日8月初5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欢迎咱先来进行今日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咱看到讲香港民间发起罢工、罢课、罢市的运动，早起10点，特首林郑月娥大硬讲这行街头抗议的民众是不道。全世界的查甫人第一个抵着水口癌的，竟然就是咱台湾。10万个查甫人内底有32个抵着这款恶症。2019年 12世界杯少棒赛，咱台湾昨甲日本拼冠军，终结果是4-0，甲日本队款起来。今日香港民间发起罢工、罢课、罢市的运动，要继续争取逃犯条例修法，彻底撤回这个诉求。下晡这时阵已经有7个地区同时间咧进行抗争。今日早起10点外，各地方的示威者所发起的全香港唔合作运动。伫几路个地下铁的车站阻挡列车门关起来，计共有8座地下铁的线路，拢互因挡掉咧，无在调按时间发车。先起甲挂嘴暗的示威者来起冲突，因为互香港地铁无法度运作的无合作运动，初5继续来进行。有人直接倒伫咧车厢甲月台中央阻挡列车门关起来，嘛有人对警方大声喊讲乌社会，要表达对7月底元朗站发生被杀人拍民众的不满。元朗你睇唔睇到啊？冇人睇到啦，社會。早起10點，港島專員整整8條路線，有的暫停服務，有的前做8分鐘來一班。現場得我一個嘅啫，得我一個人嘅啫。炮台山站是有大巴肚的人，原本要坐地鐵去病院，嘛去用阻擋，地鐵人員趕緊予伊掛上鎖，坐輪椅來離開。伫地鐵外口嘛有真濟穿烏衫的示威者舉雨傘伫咧集合，香港民間初5發起罷工、罷市、罷課的行動，爭取逃犯條例修法。撤回等5大訴求，罷市已經有超過1000個點頭願意支持。有民眾認為，市民才是香港的基礎，若是香港政府連市民的訴求攏唔愛回應，市民嘛用同款的態度來面對。我由細聲你聽唔到，咪大聲啲咯；再大聲你咪聽唔到，再大聲啲咯。一個禮拜罷工1次唔夠啊，一個禮拜罷工2次咯。你哋話有某些人係一啲勇武或者係暴力，我哋都唔會，因為真係呢個香港政府逼到佢哋想咁做。發起團體至9名預告，下晡會伫咧7個地區，包括金鐘、旺角、黃大仙等等嘅地區來進行罷工集會，要靠停止香港民生經濟來繼續予香港政府壓力。記者綜合報道。港人罷工，學生囡仔罷課，生理人罷市，對香港嘅衝擊是愈來愈大。早起10點，香港嘅特首林鄭月娥甲幾兩個政府官員嘛召開記者會，伊大硬講這行街頭嘅民眾是暴徒。講因的所作所為是損害着一國兩制，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權。對政府不滿，唔係等於要縱容暴力。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態度是大正嘅，美講示威的民眾用暴力的行為來表達訴求，針對真正有示威的民眾，甲中國語車機跳落來，而且跌落海底。伊批評講，這個行為已經超過原本的政治訴求，是咧挑戰中國的國家主權，危害着一國兩制。佢哋揚言要搞革命，要光復香港，呢啲行為已經遠遠超越咗原嚟嘅政治訴求。呢啲挑戰國家主權、危害一國兩制嘅違法行為，會摧毀香港嘅穩定繁榮。反送中運動到今風波攏無停過，初5香港市民發動300罷工、罷市、罷課，包括機場機組人員、地勤，還有維修員，攏做伙請病假來回應罷工。另外，教職員、學生、公務員、金融界、運輸工會等等，嘛攏小連續來參加。林鄭月娥表示，政府一直有在注意罷工嘅發展，亦都啟動咗跨部門協調嘅機制，同埋作出應變。有人可以選擇罷工，但都應該尊重別人返工嘅自由。受影響嘅將會係好多嘅基層家庭。已經係全面我哋啟動晒有關嘅部門咧，協調嘅機制、監察機制。運輸署嘅緊急事故協調中心咧，已經係最高嘅工作嘅狀況。係一遇到有啲特殊事故咧，盡快協調咧，確保對我哋嘅廣大市民嘅影響減到最低。看到事件發展愈來愈嚴重，煩惱罷工會去影響到香港經濟，唔那林鄭月娥親身出來呼籲香港市民唔通加入去罷工。
而且嘛强调讲，警方对初五开始，大家拢会举办记者会，政府部门嘛举办跨部门新闻发布会来掌握北港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香港也是真重要国际飞行机转机的地所，有一寡咱台湾要飞过的机帮，嘛有去牵连到。早起就是因为有上千个伫香港机场各机关咧服务的员工，嘛参加罢工的阵列。现时已经有170班的飞行机帮遐拢取消啊！台湾这边原来有40班的飞行机抓有去受到影响。香港机场电子看板顶悬取消航班写甲甜甜甜。香港反送中继续咧进行。8月初5，香港民众发起3罢，有上千位机场的员工响应罢工，一直到早起为止，香港機場取消航班已經有170航班。即係要等一陣先知道嘅6點幾開會嗰啲睇下點樣。咁一定係有影響嘅，咁只不過係咁啱得咁巧撞彩咁啱係今日啫。台灣通機場內面部分按算要飛去香港的航班受到移動取消，嘛未少旅客拖行李要換票，因為香港是轉機地，有旅客因為香港飛袂出去，即馬要找直飛或者是轉去別位。我們就是如果飛到香港就出不去了，所以就變成現在台灣的這一班也要改到下午。我是可以體諒他們，就是知道說他們現在很辛苦，可以體諒。的人都可以充分表達的自由，當然每一個地方每個人都有這個權利，可是你不能為了個人的自由影響到別人的權益。根據每一間航空公司公告，8月初5台北和香港來回的班機，通機場一直到早起取消20航班。國泰港龍航空衝擊上大，取消超過10來個航班。中南部機場、高雄香港、台中香港來回的班機，嘛有超過20航班取消。每一間航空嘛提醒最近入去香港的旅客，要隨時注意網站、航班移動的資訊，查詢上新上即時的資訊。記者綜合報道。體壇大請拼，咱來講2019年 U12 世界盃少棒賽，咱台灣昨暗甲日本拼冠軍，拍頭陣的先發投手陳凱生，連續刷5局攏無失甲半分，終基尾咱是以4分比0分，甲日本隊款起來，經過3屆，閣再一擺摕到世界的冠軍。尤其陳凱生本人閣佇咧第6局擊出一記轟不浪，來摕到大會所頒發的上有價值的球員 MVP， 咱來將真公平的鏡頭閣再來看一擺。Third base bag just didn't have the ball. First to Huang up the middle and Chinese Taipei lead. 两个人出球攻占班队，中华队打点王吴天树拍出中华方向安打，替中华队摕到这场比赛头1分。这届U12世界杯小棒赛，中华队一路经历关本战，对国家的乌赛时输一场的日本。7分了后，日本赶紧换投手，不过中华队下一棒的江丁杰，嘛对队长卡波拍出安打。Yay is in. They're sending. Ooh, no, they'll hold him at third. 江定业拍出同款方向安打，摕到中华队第2分。日本队这是下半球登过反攻，连续拍出2支安打，把握得分的机会。好在在中华队先发投手陈凱生弹出3胜，化解4分危机，和日本队提无分数。投甲拍拢真好的陈凱生，4局上家己先拍出安打，队友又搁推进，甲高飞牺牲打，等下摕到中华队第3分。The throw comes in towards the plate and it's cut off. 在超过7成的观众加油中，台湾小将一直化解4分危机。日本队5局下第1人出球了后，攻占第3垒。这摆又搁先发投手陈凱生弹出2败3胜，化解4分危机。And it's cut on and missed for strike 3. 度过2败4分的危机，陈凱生到满5局无失分，佮弹出5解3胜。6局上，伊佮拍出红不浪，替中华队摕到保险分数。有4分领先中华队，最后半局派出林新佑关门，顺利和比赛结束。落尾中华队就以4比0完封日本队，摕到这届 U12世界杯小棒赛冠军，嘛是经过3届8年了后，佮一摆摕到世界冠军。冠军战摕到胜投的陈凱生，赛后得到大会上有价值球员，嘛摕到最佳先发投手。队长吴天树这届赛会打点王，佮最佳3垒手。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今年第9回风台李奇马走向偏向西边，现时估计讲拜4到拜6这站上较接近咱台湾。气象局咧分析讲，在即马来看，风台的骹路是会行趟对琉球甲台湾中过，不过较活咧，无定还佫有变化。请观众朋友就甲咱公视台记台每一项的新闻对好调，通好了解风台上届新的走向。
印度风台利奇马落线偏向西边，对台湾威胁的几率增加。气象局表示，利奇马有可能对台湾东边海面上北，强度有发展做中度风台的趋势，无排除直接对台湾过来的可能。但是因为风台系周边欠缺导引气流，行进的路线各有变数。如果它东方这个低压环流未来有增强的情形的话，那利奇马台风它的走向就会比较朝偏西一点，也就是比较靠近台湾的这个方向来移动。它整个路径比较明确的状态，其实还是要持续的观察。那气象局不排除利奇马台风在未来可能会有威胁台湾的这个可能性。有个风台会伫拜4到拜6上接近台湾，民间气象公司分析，若是太平洋搁压导引气流向西边传出去，就会让风台搁较接近台湾。来看目前各个预测的路径，后面拢预测风台会登陆北台湾。各个国家的官方预报路径其实都有针对利奇马台风的路径，其实有往西在做修正啊。当然，电脑模式的模拟部分欧洲跟美国他们中心都不排除有登陆到北部陆地的机会。气象专家提醒，因为风台东边海面依然有低压扰动，未来嘛影响风台的路径。但是，不管风台是不是会登陆，拜4开始，东北部和东南部海面以及恒春半岛都要注意海上长影，建议民众避免去海边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咱小煞来看几件甲健康有牵连的新闻。国家卫生研究院甲环保署伫咧2017年做伙研究 PM2.5迄款足细粒足油的营养粒啊，到底对咱民众的健康有啥物款的影响？结果想袂到讲，国家卫生研究院收集的资料所显示讲，伫咧电车的月台测到的 PM2.5，比较咱伫外口面骑奥多摆输到的搁较高。啊，毋过环保署是讲，骑机车比较坐电车，也是家己驶车，也是会去输到上介侪细粒的营养粒啊。在结婚所吸到的 PM2.5浓度竟然会比骑机车悬吗？国卫院权基所2106年执行的研究显示，热天里结婚的铺路值是大气环境的1.6倍，比机车的1.4倍、脚踏车的1.37倍搁较悬。不过参与的研究者讲，迄是月台上一时间所测得的浓度。最靠近离得近在那个路口那里是最高了，跟公车啦、骑摩托车啦，或者是搭计程车啦、开车啦，确实有比较高一点啦。同款嘛，参与这个研究的环保署是进行通勤空气污染物铺路值调查，结果显示，坐积分 PM2.5铺路量平均21.9微克，不过骑机车却达到32.1微克，上悬甚至是测到201微克，显示骑机车的铺路量是比坐积分悬。车子进站的时候 ，PM2.5浓度瞬间会比较高。可是我们在月台等车的时间，一般来说相较于是比较短的，请民众不要因噎废食搭乘大众运输还是比较安全的。嘛，做过同款调查的北医教授曾凯琳表示，伊测到的数字嘛显示骑奥多麦的铺路值较悬。我过去测下来的话，搭乘捷运的浓度 PM2.5浓度基本上是最低，然后你骑机车的话或者走路的话，会到30、50左右。以台北市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环保署强调，空污对健康危害，除了看浓度，佮计算吸到的时间长短，所以袂当定看月台 PM2.5浓度来判定。国卫院学者嘛表示，若交通的时间较长，坐积分所吸到的 PM2.5一定是比骑机车搁较低。记者林丹昌为台北报道。来讲，全世界的查甫人第一个去治疗喙口癌的，竟然就是咱台湾。10万个查甫人内底，就有32个去治疗这款恶症。民间团体打出来讲，长期间政府讲着上会引起喙口癌的槟榔这项，拢无咧禁止，也无咧管制，安尼实在无通。农委会是讲，因会赶紧汇集各部会来会议，参考薰甲酒的管制办法来定一条槟榔管制防治的条例，看是毋是当发挥一寡作用无。手术了后的期就留伫咧面，阁因为安尼捂出2冬。今年50岁崔先生12冬前得到口腔癌，医生认讲，工课应酬，阁有食槟榔，不分啉烧酒。知影破病时阵，心肝内有影真无助。小孩子那时候，我女儿才小3而已。对，我想我女儿还有我儿子还那么小，那我万一就这样子走的话，怎么办？根据卫福部死亡原因统计，自1995年到即阵，全台湾已经有49396个人因为口腔癌死亡，而且国内男性口腔癌发生率是每10个人当中就有32.3人，排世界第一。
国际癌症研究总署国家伫2003年正式宣布槟榔是第一级的人类致癌物，但是民间团体认为，政府对槟榔的政策一直拢停留伫咧无鼓励、无禁止、无辅导这种三无政策，所以希望政府订定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专法，做到有影有法源，会当保护儿童少年离开槟榔。怪以前的执政党或者现在的执政党。那个都是顾虑到选票，一些农民的生计还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不敢很大的魄力去推动这个。部会之间就有内部的矛盾，像农委会把槟榔认为是一个果品，而食药署又认为它是一级致癌物，没有办法管理，以至于槟榔的这个管理问题、管理的责任一直掉在地上。虽然过去配合行政院政策一直咧辅导槟榔废墟和转做，但是根据农委会统计，目前全台湾槟榔种的面积有超过4万公顷。农委会计划要伫今年订定参干生产安全管理以及进口边境管理规范，并且会透过下部会讨论，推动比较分州防治，订定槟榔防治管理条例，来减少国内槟榔的消费。记者综合报道。咱往来讲，女性上高治疗的零癌癌，即内底有一款患者是雌激素、黄体素、甲 HER2 这3种荷尔蒙的受体，验落拢是阴性。意思就是讲，患者体内缺欠这3项荷尔蒙的受体。简单讲，有做3阴性的零癌癌，这款会上歹治疗。毋但治疗过，镜头较够压用，肿瘤嘛较够转移。不过，国家卫生研究院上届新的研究已经找出要安怎压制3阴性的零癌癌癌细胞的生团甲转移咯。这也是全世界头一摆有研究发现的新消息。鳞癌是国内妇女癌症的头号杀手，其中以3阴性鳞癌的治疗是上界麻烦，因为患者欠缺雌激素、黄体素和第2型人类顶皮细胞受体等3种荷尔蒙受体，所造成患者大部分敢若当选择化疗，而且3阴性鳞癌有真高度的基因变异性，伫化疗了后好发度真悬，肿瘤容易转移去脑部，死亡率偏悬等等，治疗效果不如预期。放射疗法，因为你把基因把它切断，然后呢，它还会接回去。接回去的过程之后呢，它就会产生更多的突变，这样反而会让你的乳癌更恶化。国家卫生研究院上新的研究发现，3阴性鳞癌的致病基转是 MCT1 基因，伊的刺激生长因子 IL6和 IL6R 进一步诱导肿瘤四周边的N2巨噬细胞增生。经过白鸟鼠的实验证实，只要控制 MCT1 致癌基因，同时结合IL6和 IL6R 免疫疗法，就当加强抑制3阴性鳞癌的生长和转移。它除了让癌组织的生长变慢之外呢，它让它复发能力也减弱了，而且它让癌的发生能力呢也减弱了。研究团队表示，这项研究成果今年3月已经刊登在肿瘤方面的权威期刊，嘛是全球头一届发现。未来希望会当进一步进化做标靶药物等等，提供3阴性鳞癌患者更加侪临床治疗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讲一党新的政党拢话讲要成立。立军带头的民进党嘛表示讲会提出上大的诚意，来甲友党扣互我。党员会主席今日就宣布讲，要甲台湾基进这种做伙来推荐立委的参选人陈柏惟，投入台中、大肚、乌日甲龙井这个选区，要结众人所知影的颜清标的后生，现任的颜宽恒立委。另外，党员嘛讲，近来安排甲时代力量的区显智主席会面，进一步谈论怎样合作。前进台中。民进党甲台湾基进共同推荐基进发言人陈柏惟参加台中大乌龙地区立委选区，对关纳会颜宽恒，嘛希望台中会当变做进党合作示范区，变做抗中保台大联盟，能够成为一个合作的典范。同时，整个大台中地区，我们一直要想把它成为一个政党合作的示范区。从台湾基进，从时代力量到民主进步党，我们真的可以形成一个抗中保台的大联盟。台湾如果本土政南台湾的票，除了爱赢之外，咱爱保北台湾，北台湾爱少输，但中台湾上无偏
行守。因为台北市长郭文德宣布，成立台湾民众党小党一直成立，影响泛列整合。党台强调会提出上大诚意，甲友党来参详。因为民进党在大乌龙地区将提名单票唯一化，台北市中正板甲甲台中后新雅潭选区嘛是恁提名，都是时代力量推动的立委林昌祖，甲时代力量立委洪志勇选区。传出斗英台最近会甲时代力量党主席柯显智见面。时代力量的这个邱主席，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他们也在处理内部的事情，那我想过了这个2天的周末之后啊，各自应该处理得比较好。在约的过程当中，本周是一个适当的时间。主席，那柯文哲有符合你大原则吗？哪一个大原则？你刚刚说的大原则。那要问他本人。因为况且民进党提名76小组已经达成，那是友党在2016年立委选战已经有连任，而且现任立委，民进党会保持尊重。因此，特别是中正邦家顶三选区未提出提名人提案，应该会在7中执会中顺利通过，确定甲友党合作基础。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将近要成立台湾民众党的郭文哲台北市长早起先呛声，伊骂讲韩国瑜讲发大财，这是话口号。佮批评讲蔡英文总统虽然伊家己无贪污，毋过身躯边大家都有值钱，甚至伊讲吼有一寡侵略的团体为着理念若要顶到底，这伊也真钦服。毋过真侪人是表面举这个旗，事实是贪着政党甲个人的利头。那这款呢，就是假义和团啦。台北市长郭文哲初六要举行台湾民众党创党大会，做党了的伊2020是要亲身出马参战，也是和金鸿海董事长郭台铭革命合作。媒体直问，狮子和老虎敢有影会当伫政坛共存？狮子跟老虎本来在非洲大陆就是共存的，只是他们捕杀不同的猎物而已。所以猎物是鱼吗？发大财是口号，但是老实讲，国家真正需要是国家治理，要很认真的去做事的，你别挂口号啊。郭文哲嘛，原韩国如果无够，刷地国雄用将镜头向准蔡英文和侵略团体炮火全开。2016年1月16号，我是支持小英的，为什么不是？可是你怎么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你没有贪污，可是你旁边的每个都贪污啊，不是吗？真正的深绿，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还蛮佩服的，那这些人可以为他的理念，你知道哈，硬是要干到底，这个我还是佩服的。但是我很讨厌那一种哦，那你就是利用这个在谋个人的福利、政党的福利，那一种假义和团哦，我心里面才是圈圈叉叉的。郭文哲批评哪里？如果受到中国禁止自由行旅客来台湾观光，直接冲击到台北市的观光收入，和郭文哲唔那无奈，佫真不满。你每天捅他，你知道吗？每天骂他，大家想说你每天骂我，就要给你赚钱，骂我等于最点头的嘛，他刚刚骂我过来探机，他也对你下手，那你对我下手，我就更不爽。郭文哲表示，为着旅客买来，市府就爱搁开专案会议来运用。伊再度重申，中间斗阵往来，上尾靠的嘛是智慧。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国民党的总统提名人韩国瑜，伊捌讲休困日走选举，平常日拼高雄市政。不过，伊昨选举的行程走煞，今日说临时取消市政的行程。外界嘛谣伊讲，敢是身体袂堪职？早起又出面来陪会，嘛，搁再一摆呼吁党主席吴敦义，讲着爱赶紧将蓝军整合好我。毋过，前任的立法院长王金平这边面，听着韩国瑜的言辞，反应是真冷淡。原定8日的市政行程伫前一天取消了后，高雄市长韩国瑜又搁雄伫10点外宣布要接受访问，以及来变动，引发着外界来怀疑伊是毋是健康出问题，某人质疑伊是无法度来兼顾着国政甲市政。也毋过韩国瑜讲，伊的健康是无问题，只是拄啊好有其他的行程，才由别人来代理。而讲着国政的问题，韩国瑜只是再一次来呼吁着党主席吴敦义爱来到整合。我个人是表达最大的诚意，我觉得。党中央如果出面的话，对于党内的一些有影响力的重量级人士来说，一定会有一些感召的作用。所以我希望吴主席也能来帮忙，一起来出面。搁再一届来讲，希望会当有人整合。韩国瑜虽然甲球等候吴敦义，毋过敢是咧讲互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来听。王金平伫早时接受访问的时阵，搁互伊一个软钉子，讲伊无条件要见面。对着党主席吴敦义嘛，共款无爱互伊面子。我有跟连先生说，以后再说吧。
现在不急嘛。当时初选之前，诸多的建议，他一样也都没有采纳。那未来也看起来没有什么好再跟他建议了。王金平顶回应讲，初选进前的建议拢无互人接受，以后嘛袂阁来提建议，无愿意接受党中央的协调。毋过嘛强调，家己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有见过面，敢有可能王金平甲郭台铭要来联名？王金平嘛敢若回讲，会做伙向台湾的前途来努力，态度是非常的暧昧。记者王柳婷、明昭宽、王德新高雄台北报道。咱来看桃园机场内底中华邮政国际航空邮件科5月初8有查到，假作是咸酸甜报关要出口寄去中国的3万粒第3级的毒品，5号的客啊一粒面，随报请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伫咧5月初10甲7月24这2天，有踮中华鹿港掠着2名嫌疑犯到案了。甲纸箱拍开，内底毋是咸酸甜，是毒品。航警局安全检查大队甲关务署台北关5月初8伫航邮中心找到2箱假做是咸酸甜要出口去中国的快捷邮件，内底是有第3万粒号做一粒面的毒品，重是9057公克。2件快捷邮件内夹藏了大概约3万多颗的不明药品，那经我们采样送验，均检验出第3级毒品芬纳西泮，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粒棉的毒品反应。到店互毒品甲手机啊等等的证物摆甲甜甜，伫边境查到毒品了后，报请桃园地方检察署来指挥侦办，而且嘛要清查过滤相关的资料。专案小组分别伫5月初10、7月24伫中华关、鹿港镇附近掠着圣库等等2个嫌犯到案。我们初步了解因为这是一粒棉的东西比较偏向夜店在使用的，或者是说可能一些特殊的一些场合。那所以说，可能目前我们的东南亚地区，或是说中国大陆地区都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专案侦讯了后，会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而且桃园地方检察署来侦办。专案小组嘛继续向顶头来查，要扩大来追查幕后集团共犯。记者综合报道。即当阵，咱台湾新住民的人口有影袂少，毋过病院内面外国言语翻译的志工，那像真欠，对医生甲病人拢真不便。今仔日高雄医学大学开办免费训练的国际医疗多语言人才专门班，来遮读40点钟了后，就用得去5间病院，因翻译的头路也是做志工。这门课才开放40个报名尔，明年就排到定啊。新住民到病院看病，国语讲袂好，需要翻译帮忙。高雄医学大学用看诊的实地情形来教，首创免费训练国际医疗多语人才，希望让外语人士就医袂阁讲袂清楚。除了上课以外，那也有情境的学习。那所以他们培训40个小时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因应这个各个医院的需求，那我们可以派我们的里面的成员到各个医院提供相关的服务。课程40点钟结训以后，第3先伫高医系统的5间病院做翻译志工，也是4点钟收费。像来自越南的陈小姐，伫台湾14年，就曾经因为语言问题，做了一起食伤过8个喙齿。害伊即马虽然华语真溜了，但无啥敢开喙大笑，所以想要报名，希望帮助愈侪伫台湾的港乡。我那时候刚来，国语也没有那么流利，对，然后沟通上有个。出了点问题，对啊，牙医师就帮我做一个牙套，可是跟我的本来的牙齿的那个色差太大了，对，导致我就一直到现在10几年过去了，还是觉得非常的遗憾。高医表示，这个专班重点伫中文的医疗用话、甲医疗保健知识的理解甲熟悉。第一间开班40个名额已经拢予预定，考虑赶紧搁开第2班。记者王家川、郭建准高雄报道。咱来看花莲瑞穗河港的文旦柚，今年产量大出，就种柚的农民烦恼讲安尼无销，就安尼想出一步，讲互民众先来注文规丛的文旦树。咱啊领养这丛树啊，规丛生的文旦，拢咱兜的，讲起来真有意思嘛，有影引起真侪人客拢来要欢呼了。来到花莲水果乡的河港文旦果子园，柚仔唔但生了水，而且数量阁侪。虽然过去柚仔拢爱到中秋节白露进前才会当采收，但是技术提升了后，即卖买当bán柚仔甜度阁有13度。这次量会那么多，是因为，我们这边风和日丽啊，然后没有台风的影响让我们的那开花结果非常顺畅。
但是产量悬，农民就反倒会销袂出去，所以想出一个方法，只要民众认购一丛柚仔树，顶悬的果实拢属于你的，而且佫会当去果子园体验满水果，固定吸引消费者来吃。它的品质，每年我们已经吃好几年了，都很好，很好吃，而且都有生产履历，没有农药残留这个疑虑嘛。那你认购多少颗？我们打算认购50颗。水果乡农会表示，受到冷冻的影响，今年河工地区的柚仔伫咧开花时阵雨量少，所以结果就真悬。目前辖区总共有800公顷的面积种柚仔，今年中国大陆订单减少，真需要民众到3工。总产量有4500万台斤左右哈，那大概也就是4500万粒。那以台湾目前的人口来讲的话，就是平均每一位民众吃2粒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瑞穗文旦把它消耗完毕。这种认购文旦树的方法是水果乡有史以来头一届，目前已经有60间果子园参与，民众会当和水果乡农会直接了解方式，买了熟，佫会当帮助农民。记者综合报道。较早人讲电脑会镜头豆，即当阵空中咧飞的无人飞机，毋但会晓翕相，讲也有摘条厝农药。高影牛的步装水，南投仁爱中原部落都有青年主动引进无人飞机除药的技术来甲长辈斗3工。除了讲农药用量会较减少，嘛会当避免讲遮老大人定来去使着农药。这也是庄仔内的青年会当倒转来故乡做事一个真好的机会。无人机看飞起来，伫半空中向稻仔田喷农药。这台无人机会当载10粒的药仔，飞一抓大约会使喷3分地。无人机应用伫咧农业，毋但省人工，佫会使大大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10来年前的话，我们是全家出动，劳力、人力、物力，整个投入的时间会比这个喷洒药剂的时间加了将近快20倍的时间。南投中原部落的农民表示，这是仁爱乡上重要的稻仔产区，也毋过少年一辈人口外流，真侪做事人年岁拢真悬，袂堪去做粗重的工课。这青年农民观测到这款的情形，家己想办法去学去研究，引入无人机来斗3工。除了讲农药用量会较省，袂使避免吸着农药来减轻老大人的负担。在部落几乎都是看到长辈而已啊，有时候看到长辈这边喷药，我们会担心他中暑的问题，间接就去跟这个同好学习这个植保剂的这个作业。我就想说，看能不能就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让他们减轻很大的那个作业的那个麻烦。一人就可以操纵，确实是帮助了很多，也对人体伤害也减少很多。无人机的操作靠技术，事前的准备也爱功夫。部落的老大人若是要家己操作，可能会有困难。无人机投入农业生产，这也是部落的青年会使回来家乡做工课的好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讲云林北港拜千岁爷的镇安宫，只有一顶历史要60冬的新明桥，做工真有路。不过，一直找无讲制作这顶桥的老师傅是啥人。顶日庙方特别邀请要甲朝天宫顶新明桥的老师傅柯德南来鉴定。想袂到讲12点拄啊讲12个啦，可见是一个看到这顶桥尔。伊讲，打这顶桥，原来我定会了。这顶做工真有路的四角新桥是镇安宫的镇庙之宝，不过庙方一直找无做这顶新桥的师傅，一直到顶个月。请捌甲朝天宫做新桥的老师傅柯德南来鉴定，才知影讲这顶新桥嘛是伊做的。因为伊含这个咱朝天宫的祖妈桥是共一批使用的啦那四角桥可能即马目前是咱这顶桥是上个出色的迄个样的新桥。虽望人要60冬，毋过当师傅柯德南搁再看到这顶四角新桥是真欢喜。嘛讲这顶新桥甲朝天宫妈祖桥虽望拢是伊做的，毋过意义无共款。朝天宫妈祖桥是朝天宫出钱来去做，若这顶四角新桥是信众总钱来做的。也用这设计这顶，指导这顶做啊好。即摆58冬后，伊搁来看到这顶安尼嘛是，会使讲真欢喜啦。包括朝天宫迄当时人伊是朝天宫人有钱啊，迄顶是伊朝天宫开，一切费用拢朝天宫开支的啦。来这顶，咱庙迄当时较无反应啊，所以讲人扮现出来，来建造起来啦。新桥经过整修了后，镇安宫会甲伊好好保存落来，希望互后代子孙来欣赏，见证镇安宫这个宝贵的重要文物。
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来讲咱北港的镇安宫，这伫咧咱北港三一景，庄头大家拢真信奉，拜千岁爷的。讲到三一景，国情有专工去请教庙方的人员，就是咱西市里四周围这几路的里，永早拢安尼，拢几路的里吼，就共庄头一个名。你像讲咱中华梨林万兴庄内底，就是永兴里、真兴里甲万兴里。啊，三一景的镇安宫，伊门口有一对连队。听众朋友，你讲到遮，无定甲国政问讲，啊国政啊，啊连庙的连队你也有兴趣哦？前礼拜国政啊，甲朋友提起，台湾文学研究的专家，这毋若顶辈人，佫真真正正的社会人，李兴昌教授，伊就表明讲，汉诗，台湾人所写汉诗，就是用台语斗句的，庙的连队嘛共款。所以，国政今仔日要掠咱镇安宫的连队来甲你探讨一下。庙的连队拢是咧写咱家己庄头，啊内底吼蕴藏台语文学的学问，传去四方。这连队顶队讲叫做镇定威仪，辉煌庙宇；下句讲叫做安宁德泽，和同心因。观众朋友，你有看出来？庙的连队往往头一字就是塔庙的名。镇定威仪，讲千岁爷的威仪，才造作这间真辉煌的庙宇。啊，讲千岁爷伊的神威安宁德泽，互咱国政头拄仔所讲的，咱这个庄头三一景遮有法度去体会到河东的神韵。啊，讲到北港，咱嘛知影讲，头拄仔咱看到镇安宫内底这顶神明桥，原来就是甲朝天宫顶神明桥共这个师傅定出来。当然，北港几落项拢真出名，像是咱这老辈较早吼电视你拢有看，人倒伫涂骹，竟然讲车甲交过，安尼无代志。六笑是功夫深，啊，另外北港佫轰动一项妈祖婆慈悲心，所以国政啊要佫招你来看咱朝天宫这队的连队。典故讲叫做朝野共沾衣，孝德相交随海舞。下句讲叫做天人同感应，珠光普照遍蓬瀛，有影无？这对连队同款嘛是用朝甲天做定义，朝野共沾衣，就是讲无论在朝在野都是当啦。看到咱天后伊的威严，天后伊的慈悲，随海舞，海面遮各宇宙拢对伊真敬仰。下句讲天人同感应。珠光普照，遍蓬瀛。这个蓬瀛，国政啊简单甲你拆开。瀛者解说叫做大海，蓬者无毋对，就是永早人咧称呼台湾叫做蓬莱仙岛。所以就是讲妈祖婆的行为，妈祖婆的慈悲，照遍台湾各所在。啊，过来，咱赶紧继续来看文化艺术的新闻。观众朋友刷落，我要招你看，以流烈的套路展出福禄寿。这是客家的艺术家邱玉云、曲玉云，因为年这时客家乡亲拢会伫咧门头，也是窗仔门，搭迄个用过剪的红纸来留列。曲玉云老师就是以传统的花样配合创新的设计，要将这项民俗的技艺继续甲传落去。手法真流利，一刀就加出一二寸。过年门口口挂一挂春字，代表年年有春。客家人伫过年过节的时阵，拢会用剪纸加出代表福禄寿喜这个图样，来代替春联，祈求好彩头。加官进禄有蝙蝠，有抓符，有寿桃，有成就，所有的祈求通通在这里就对了啦。这一张是最重要的，就是所有的居家的那个。五福组就是这一张为主，然后前面从那边过来，福禄寿喜。客家剪纸艺术家曲玉云用庄内的老师学到一身的好功夫。伊讲，打开始要学剪纸的时阵，因为手法伤过复杂，差一点就要放弃了。我现在已经心里头已经比较笃定了，就像姜太公钓鱼啊，能够传就尽量传。不过我还是心里头有一个责任感。所以我就是把它做成绘本啊，做成电子稿啊，然后我也有手稿。
区局分讲，客家煎纸是用蓝色、青色、红色、柑仔色、甲黄色这5种色水。2019蒋阿文演唱会，就你来出道30周年嘉年华，在1月7号，阿文就您到底来高雄巨蛋，现正热卖中，宽宏艺术。咱来看台南的后壁，有一个少年家林宗焕，才29岁尔呢。啊，毋过吼，伊研究乐琴、制作乐琴，已经将近要20档啊。人讲乐琴一个拼命都去食琴，毋过伊行出家己一条路，尤其伊对看蒙歌啊，这款学问讲也真研究。永暗9点，公视台语台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这个单元，国情啊，招你同齐来看林宗焕拍拼行出来这条路。是咱的手法专做表情，伊是制琴师傅林宗焕。今年才29岁，林宗焕做乐琴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咯。听到迄个杨秀卿老师在念歌，迄阵是电台不拢会卖药啊，让旁伊就念歌，吼啊念的吼，啊怎来咧一站让旁吼起来，佮开始卖药啊，啊，佮听到迄乐琴迄种声音哦，足介意的。民国92年，林宗焕无师自通，完成伊人生当中的头一支乐琴。为着练功夫，林宗焕四界门吸收知识，慢慢累积经验。动人的琴声，随着旋律，让人非常沉醉。林宗焕当初会家己做琴，是因为无钱；现在家己做琴，是因为坚持。会晓做琴的人，一定爱会晓弹琴。安尼你较知影讲，吼，这支琴做起来是好也歹，弹好弹歹弹。啊，所以讲我会晓弹琴，就会晓做琴安尼。较知影讲，吼，我这支琴做起来好弹歹弹，迄手势要安怎律起来会好弹。对高中开始学乐琴、做乐琴，林宗焕弹过10外档的岁月。伊的想法真简单，就是希望继续做咱家己的琴，弹咱家己的歌。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论真讲，万不离若是目暗，对着生活来讲，一定是真不便。不过，咱来看39岁目暗的林家金小姐，伊的生活真精彩，克服家己的缺陷。正都是目暗的人士内面，全国头一个考调英国国际咖啡调制师。咱来看伊的过程。泡咖啡真熟手，看袂出来伊是视障朋友。39岁的林家金，伫细汉的时伤着目睭，渐渐看无啥有。伊无放弃，颠倒是认真生活，生活甲真精彩。现此时，伊已经是全国头一位考调英国国际咖啡调制师证照的视障者。我就是也想说，就是要挑战自己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真的去考的时候才知道说，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常常在说，视障朋友没有什么捷径可以找，就只有熟能生巧。爱伫一定的时间内泡一杯无共款的饮料，对一般人来讲是真无简单。何况是对目睭看无的林家金来讲，毋过伊骨力拍拼，即马伊甲台南市劳工局合作，担任视障咖啡师体验营的讲师，甲伊的经验甲大家分享。在今年呢，我们劳工局更首创开设了一个视障咖啡师的养成班，透过他的一个技术的指导，那除了分享他的一个创业开设咖啡厅的成功的经验之外呢，也将他一些煮咖啡的一些相关的技巧呢，来教授我们的视障朋友。台南市嘛，希望透过这摆的活动，互身心障碍者的发展会当更加开阔。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南市文化局伫咧去年2月推出了延平郡王郑成功当作主题的成功马铃薯片。虽然脆食米尔，毋过真有效。刷落因为佫推出成功麦仔酒、制成点心面，人客嘛真捧场。
今年敢若顶半年，才古籍的贩卖部点头的营业额就超过2580万，有影是发挥文化创新的灵感，将新牌子变作金鸡母。民众一来到台南义载金城，第一站就先走去贩卖部洗，因为自从台南去年推出结合古迹的限定商品之后，唔但为古迹带来观光财，销售的成绩嘛对咧直直起哩。我们今年目前到6月为止呢，商品的销售业绩总共是2580几万，那跟去年的1600多万比起来呢，同期大概是增长了900多万左右。台南市文化局的古迹商品，其实就甲商品搁再包装，结合古迹名人，就亲像成功洋芋片、资深鲜师孔子点心面等等，敢若包装都发到去民众来买，搁加上古迹限定，嘛抓准民众的心。就是它的特色的东西，你在外面你一定看不到啊！你在这边来讲，就算不管里面东西好不好吃啊，最主要会觉得说，哎，这蛮有它自己的特色。就是设计蛮有特色，就是用很多在地的东西的元素加在这些商品里面，就是会觉得还蛮有特色，可以可能买一起来看看。台南文化局一年来是积极推动文化观光，是真努力的开发台南古迹特色限定商品，更互文商品成为上行的古迹特色。未来文化局嘛会持续来开发新的商品，透过古迹的商品带动古迹的人调，嘛借此互民众甲古迹有所连结。记者吴正云台南报道。这当阵拄啊歇热时啊，有真侪学生囡仔赢队，会用伫讲是叽叽卡卡。你像讲屏东建国国校顶日啊，就有一个科学赢队，甲学生囡仔亲手做空气火箭、水火箭，遮有包含科学知识的这套物啊。来赢队教课的指导老师嘛讲吼，今仔日踮遮学生心肝内踮一粒科学的种子，无定明仔载因就会愿望讲，家己有一日原来会当飞去咧宇宙甲太空。学生囡仔同齐个家己做的水火箭射出去，飞了紧，搁悬又搁远。屏东市的建国国小学生参加科学营，高中的老师希望学生会当对内面学到一寡科学的知识，体验科学的趣味。然后我们的水火箭，包含我们另外一个下午会有一个实作空气火箭，它其实都在强调这些飞行载具它结构体的主要设计，它的关键在哪里？用纸来做空气火箭，用杆仔来做水火箭。空中载具的形状和配重会安怎影响到速度和方向？对小朋友来讲，这是学校课本都无教过的。我感觉我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学到一些不同的原理，然后觉得很好玩。我们屏东县因为没有科教场馆，所以我们的孩子在假期之中没有一个很适合可以参加科学教育的地方。那我们屏东县科教中心设立在建国国小，所以我们就为孩子们设计了一个可以动手操作的科学营队。校长讲，希望透过家己动手做，来启发囡仔对科学的兴趣，伫因的心内放科学的种子。啥人讲偏乡的囡仔就袂当有太空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台湾的时间昨透早，美国德州的 El Paso 这县发生真严重开枪乌白弹的代志。到甲经过13点钟后，算换俄亥俄这州戴顿这座城原来发生烧伤的惨案。El Paso 这边开枪的嫌犯，伊有先伫咧网络顶头发表文章，呛讲要阻挡中南美洲血统的人一入来美国。即嘛引起要争取在野党、民主党提名几落的总统候选人拢打出来批评讲，都是现任的总统川普一再咧煽动无共族群中间的冤仇，才会惹起这场惨案。这是达顿市庆典案发生迄当时，酒店外口监视器所翕的画面，会当看到真侪民众赶紧走入去市内。无偌久，画面正面下骹出现一个穿乌衫的男子，手也当枪，准备入去酒店。毋过，伫咧门口靠前，雄雄倒伫涂骹。另外一个监视器翕到画面，则是显示，接到报案了后，随赶到现场警察拢开枪，赶伫个凶手入去酒店之前，当场甲拍死。警方伫案发了后的记者会表示，若毋是第一线警察赶紧反应，互即个被诺康茨的歹徒入去酒店，效果就会真严重。Well, there's more than one gun,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particular weapon that you saw was ordered online from Texas. There's also a shotgun that was acquired from a local firearms dealer here, two different dealers. 安内德州埃尔帕斯的枪击凶手库鲁修斯，犯了后当场向警方投降。
对于犯案动机，警方认为案发进前20分钟，在网络出现的犯案声明，可能就是库鲁修斯所写的。声明中除了纽西兰基督城庆节凶手，嘛主张美国应该阻止拉丁的入侵。对此，有意指出民主党提名竞选总统的欧罗克丁人，拢甲问题指控总统川普，认为川普应该将做收分，爱替这负责任。If you look at both of these cases, this is mental illness. These are really people that are very, very seriously mentally ill. Hate has no place in our country, and we're going to take care. 庆典死者甲伤者有墨西哥一个，分别有6个人甲7个人。墨西哥政府当准备向美国提出要求，除了要甲犯凶手引渡到墨西哥，卖好为庆节业者负法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一件让人看得真艰苦的消息。踮伫咧英国首都伦敦的泰德美术馆，伫咧台湾时间昨早起有一个6岁查甫囡仔对楼顶跌落来，经过警方调查，发觉讲有可能是互一个17岁的少年家按10楼的观景台车落，才摔伫咧5楼的楼尾顶。警方现此时已经将这个犯案的少年人收押起来审问了。民众到英国伦敦泰德美术馆门口口，发现大门关起来，门口搭一张单，写今仔日发生紧急事件，临时关起来。We tried to get in, see the exhibits, but there was about 4 people working for the Tate just blocking the entrance, saying they weren't allowing anyone else to come in for the day. And they said that there was an emergency or an incident that took place. 这起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8月7日下晡2点45分，一个6岁的囡仔兄抓去互人为10楼的看台弹落来，摔伫咧5楼的楼尾顶。救护人员随出动救援直升机，将查甫囡仔送往病院急救。不过，这囡仔的情况真危急，即阵也搁伫咧抢救。当地媒体报道，警察调查了后，已经将一个涉嫌犯案的17岁少年人抓起来。有目击者表示，代志发生之前，这个少年人的行踪真可疑。事后，也搁请领证店主徛伫咧现场，去互围观的民众压伫咧涂骹的时阵，也拢无反抗。泰德美术馆伫咧泰晤士河边，对面就是圣保罗大教堂。伊原本是一个废弃的发电站，改造美术馆了后，伫咧2000年开放，主要展示现代艺术作品。2018年起因要外590万人造访，成做伦敦的文化新地标。每只游客是介意来到这楼尾顶的看台，欣赏360度伦敦城市的美景，想袂到今仔日却发生安尼不幸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咱有报道讲，发明卡达的空中厨房的法国的飞行家萨帕塔，伊本身伫咧8月7日的时阵，成功来飞过法国甲英国中间的 English 海峡。这一次第2摆啦，10天前头一遍咧挑战的时阵，未付加油，降落伫咧海面，即便35公里远，22分钟伊就飞通过啊。法国发明家沙帕塔伫3架直升机的保护之下，为法国北部城市桑加特出发，顺利飞过英吉利海峡。伊的目的地是英国南部多福的圣马格利特湾。新古派35公斤燃料排包，会当飞10分钟。进入英国领空了后，嘛是要补充燃料时阵，这摆总算成功降落伫燃料补给船。降落作业其实真危险，10天前伊第一摆挑战失败，是全身伤势啊。这摆换到大只的船，有较大的降落风险。You feel the pain in the leg, you know, it's burning, the muscle is burning. When you're flying very fast, like 160 to 170 kilometers per hour, your body resists to the wind. So, and because the ball is attached to my feet, all my body has to resist to the wind. 沙帕塔用22分钟完成35公里的飞行。这个飞行厨房是发明的，以5个小型喷射发动机提供动力。无飞行技术，伊认为家己有做到人所追求飞行的梦想。伊将发明甲厨房的动力设计受到法国国防部的注意。去年12月提供130万欧元，差不多4560万新台币资金，可以针对这个部分来研发。Ah, c'est un produit 100% français. Il pèse exactement 26 kg 100. Voilà, donc il a une poussée de 210 kg. Et sa vitesse max, aujourd'hui mesurée, c'est 202 km/h. 沙帕塔挑战成功了后，是打电话给10岁后生。伫法国桑加特太太嘛，虽然线全部欢喜到哭出来，伊团队线个较大梦想要追求，就是飞天车。记者综合报道。你起码风台离咱台湾无介远，
咱特别都要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气温详细的资料。北部上低31度，上悬36度。中部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上低26度，上悬32度。东部上低25度，上悬34度。咱看到讲，愈往南部落雨几率有搁较悬，观众朋友你着要注意。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